今年的元宵节除了看花灯，还有一个天文奇景，就是天狗食粿。台北市天文馆是专程直播，讲即届若是看不到，后届就要等到2072年。古代的民族啊，有很多对于血月感觉是很害怕的。他们只要看到血月红色，他就觉得很不祥，觉得很不安。元宵暝，台北天文馆开直播解说天狗食粿，出现红粿的阶段，就对暗时7:04分到8:03分。现在开始出来哈，它就是指月亮跟地球的本影内切，好，准备离开地球本影的这个瞬间，我们叫第3接触点。若是台湾全球拢咧小看天狗食粿，这是出现伫墨西哥的景象。即届若无看到，后届天狗食粿还阁要等2冬才看会到。若准要伫元宵暝看天狗食粿，要等到2072年。要看月娘，这天气也着爱好。受到冷空气甲华南云雨的影响，拜二全台湾拢有短暂阵雨。我们预估在周4之前，因为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，各地的下雨几率相对是比较偏高的。周5之后，华南雨区逐渐移出来了以后，到时候转为比较偏向东北季风的形态，大概走向迎风面的，像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地区容易下雨，中南部恢复到稳定的多云到晴的天气。这波东北季风有计拜4会开始减弱，也毋过拜5又阁会变强。暗时要看花灯，要特别注意穿雨衣，而且早雨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